减碳是国际趋势，不过敢要用核能，一直都是真大争议。有民间团体气候先锋者联名呼吁总统参选人要表明核能政策的立场。因嘛认为应该要用核能来争做国内减碳的能源。 2024总统大选也有4个月，要减碳，敢应该用核能，这是各界一直在讨论的议题。支持核能的气候先锋者联名开记者会，呼吁这届的总统参选人爱签承诺书，证明国际的趋势，甲核能来做国内低碳能源的一个选项。嘛，要邀请专家针对核市场来做一个完整的检查。因为台湾公民也有权利了解，咱即马3座核电厂敢适合继续放，敢够有需要来换新的设备。核四还有目前我们台湾已经运转的这3座核能电厂，那这些电厂它到底能不能使用，或者是说它到底该不该延役，该不该有效益？那我想缴税的这些人民，我们是有权利知道真相的。气候先锋者联名指出，核能发电一年通生产600亿度电，安尼一年就会当为台电赚1800亿，减碳量等于是66000个大安新林公园。发起人杨家发批评蔡政府所提的开发绿电，未互国家趁钱，拢互财团和民间电厂赚去，而且火力发电的占比以去年的42%外来讲，抑阁伤悬，根本就无达成降低碳排的目标。不过，要用核电，就要面对核废料的问题。伊认为，照未来科技发展来看，是有机会搁通摕来运用的。高阶核废料其实不能够说是核废料，应该说是乏燃料。它在未来是可以拿来继续使用的，就是它有许多能量是没有被放出来，就是现在已经有技术了，有没有技术就可以拿用，只是成本比较高。因呼吁总统参选人应该爱了解国际上的能源趋势，像瑞典、芬兰、南韩都已经甲核电来做低碳能源的发展，要求未来的总统参选人应该爱针对核能政策对外讲出立场。记者卢尚如、郑准由台北报道。